再来是国民党后礼拜要来启动着党主席的改选，朱立伦要来交棒，但是卢秀燕阁一直无讲要来选。在这种的状况下，有风声讲国民党内有人劝马英九阁转去来参选。市卡心讲，这拢是外口在喊话的路边的消息。非常感谢所有的板桥乡亲。 我们没有被大恶霸打倒。投票前，新北市长侯友宜被动踮府中摆票，恐列入上危险命大内的叶元之，也成功度过这届罢免的危机。毕竟这些在选前连党内拢真烦恼。听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在投票前一礼拜掌握叶元之罢免的民调，阁输12%。专家欢呼新北市长侯友宜应该就差这些年爱个努力。我们长一向非常关心国民党立委，所以我们见面聊天，关心整个大罢免的状况，这是一个人之常情。那先把50个立委拢收掉，24位立委也拢无互罢免，选前重要人士出来斗徛台，占尽大功劳。这敢是一党独大的作为？那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台北市长蒋万安、台中市长卢秀燕、区叶连红全力护选守护本命区。真正外界拢了准，卢秀燕会接后一任的党魁。也毋过听讲卢秀燕放弃参选，朱立伦也无要认真。美招那样的件事，可能前总统马英九各党来参选。我其实也没有听过正面听过这样的消息，都是一些小道消息，然后传闻，但并没有被证实。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秀琴向平面媒体证实，确实有人来甲马英九口抗，也毋过伊目前无规划，也无这个意愿。所落个除了8月23第2批罢免战，也有2026的地方选举，新一届党主席更加头为责任正当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